回来了吗？好啊，来，让我看看你今天为本座带了几号型的血回来呀？哦，A 型血。你怎么又让我喝 A 型血？什么啊？虽然说有血喝就蛮不错的，但是你让我一天到晚喝 A 型血，你看我现在人都不好了。喂，小丫头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是我的仆人啊，你要听我的。我要喝 O 型血，而且你看清楚哎，这是男人的血，我不喝男人血了，都跟你说几遍了，男人的血很烫哎，每天喝男人血，你看嘛，这舌头都不对劲了。我不管，就不管，我今天就想喝女人血，你给我去拿，不拿我不喝了，饿死我算了，让我死吧，让我死吧，让我死吧。真的啊。哎，小丫头，你是什么血的？哦，O 型血。你是女人吧？哎，干嘛打我啊？哎，我是主人呢。哦，是看得出来啊，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嘛，是女人就好嘛。那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血稍微给我喝一点没有问题吧？啊？什么叫做不可以啊？我记得我上次是有喝过的，那味道是不错的。只不过那次是你不小心被你那个什么，你们人类叫什么钉子的玩意，啪的一下，然后血出来了，我不就急忙的帮你吸出来了吗？不过那时候你的脸挺红的，啊？哎，我肚子饿了嘛，你跟我做嘛，我想喝 O 型血。真的不可以吗？切，不行就不行啊！那我开始喝了哦。哼，还放在这种罐子里面。好，A 型血还是男人的。吼，再跟你说仔细一点，我都品得出来了，它都是处男血啊。真难喝，不想喝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还知道我？喂，我告诉你啊，虽然我现在落魄了，但是我之前呢，也是一代王子的手下哎。当然了，不管什么人类啊，什么精灵啊，都给我端茶倒水了。我每天喝的东西，那种血啊，都是贵族血。哦哟，只是我现在迷路了，不知道怎么回去了嘛。暂时先住在你家里啊。对啊，经过我手的女人超多超多的，只是都没碰过而已，就经过了一下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，要是你表现好的话，我说不定能把我最珍贵的第一次。喂，你回来了？你这个仆人当着，真的是，哎，这血真难喝。
在干嘛呀？哦，写作业呢。那现在呢？哦，还在写作业。我要听你给我讲故事。哦，都8点了，你们人类怎么就不会困的呢？我要听故事，我要睡觉。哦，要考试了，要抓紧做。那我怎么办？也不讲故事，我睡不着的。你讲故事，你讲故事，我趴在你腿上睡觉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嘴巴里是什么？我把你衣服给咬烂了。你怎么睡在这里啊？喂，怎么回事啊？要考试，要写作业，那也不能直接趴在课桌上睡觉啊！哇，这衣服咬多烂啊！哎呦，都看到里面了。哇，没看到什么，吓死我了。哎，算了，那我就好心的，给你拿根毯子来，先帮你裹住吧。不能看前面，我就轻轻的这样裹住。打结。现在呢，是我该抱着你，把你抱到床上去了。哎，这么重的吗？嘿，这样，哇，你几斤啊？我这抱不动你。哇，哎，总算忙完了，好好睡觉啊，真的是。其实我也知道啊，你是怕吵醒我，才在那边将就睡觉的。哎，我也不是有意嫌弃你这个 A 型血的嘛，但是你至少来个女生的啊，男生的血真的很烫哎。抬头。哦，说真的啊，其实你这样看还挺好看的。我其实一直想把你啊，真正的变成我们血族的，这样子你就不会死了，你还会永远保持这样美丽的面容。但是我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你啊，万一我离开了你，留下你一个人，永远不死不老的，也不太好啊。毕竟我是被王子命令要追杀的人。其实
我没有我说的这么好了，什么天天喝贵族血啊，有很多女生在我身边转悠啊。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、很普通的守卫。那天啊，我就想着稍微喝2杯所谓的贵族的血，结果被发现了。好不容易跑到人间，其实我很怕哪一天他们找到我，真的把我连根拔断了，我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你了吗？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你们人类常说的爱，或者是喜欢呢？但是我想依赖你，我也不想没有你。我愿意一直看着你，从现在这样的丫头变成一个真正的女生。当然不期望你结婚了，结婚的话就有别的男人跟我抢夺你了。我倒希望你跟我结婚，不过这样代价就是你要变血族。我真没有想跟你告白，又怕之后因为我的无能，让你一个人独守在人间。算了，我想我还是再过个几天就离开你吧。我这样依赖你，天天求着你给我讲故事，当我真的要失去你的时候，我会不习惯的。你醒了吗？怎么了？啊！你是笨蛋吗？你让我的嘴咬了你的手之后，你干嘛？什么？你不在乎？可是，算了，这是你的选择。既然你愿意的话，我会尽我的一切来守护你的。那我现在睡不着，你也睡不着了，你给我讲故事听好不好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有好东西给我看？对呀，我其实是没有碰过女人的，也没有知道什么事。可以让我登短廊？真假的？你要干嘛？我，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
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